这个过年的脚步嘛，愈来愈近咯。有袂少的乡亲会到年货大街来采买着大货。农粮署最近到台北的迪化街来考察，发现有5间的业者会摕便宜的中国香菇，掺染较贵的台湾香菇做伙来卖，安尼较有利润，赚较侪。若讲到这个香菇，国产的甲中国的有啥物无共呢？讲除了看这个外观，嘛会当便宜的芳气，安尼才袂来开冤枉钱。挂一个天开，随闻到香菇啊加卖芳，这寒的天想要来一碗。过年愈来愈晚，袂少民众嘛准备到年货街去买一寡大货，准备要做料理。不过，迪化街有业者用中国香菇加台湾香菇卖给消费者。抽查了12件，有2件它标普里冬菇，还有2件是标韩国花菇。那鉴定的结果是跟中国香菇的样本符合。国产香菇甲中国香菇要安怎分？就看尖。台湾香菇伊的菇线是咖啡色的，皮较薄，较厚脆香，内面的茎嘛是咖啡色的，这个肉是白色的，而且较芳。中国香菇一般都是香菇丝，啊若无地底变去，菇较底。这个茎嘛是深黄色的，袂输是鱼仔炼去共款，无芳气，有的佫有怪味。大陆香菇1斤价格大约在600块左右吧，进口的话是大约在1600左右。如果是混的话，只是为了去赚那个价差。提醒乡亲买的时，除了详细看伊的外观以外，佫会使摕起来片看卖，安尼较袂开冤枉钱，买到中国香菇。